好高興今日我哋嚟到現場咧，受到七星灣遊艇會嘅邀請，present我哋遊艇主義納米家族嘅7號噴劑。正式的名稱就叫可見光這個納米技術，我們要請大家多多關注一下，海內外都沒人專注去做這個事情，都特別開了一個船廠來做這個事情。咁我哋仲邀請埋我哋納米嘅研發嘅專家梁耀章教授一起出席。利用光觸發這個材料來這個防污，因為一般這個防污漆都是用重金屬，對我們的健康都是很高的影響的。所以我們有光觸發材料有鋼的時候，它就會產生很多很酷熱的自由基。上面這個細菌的，所以它這個微生物不可以在產品累積下來，這個就是這個原理。我哋即係將呢個技術咧，由研發去到即係推出市場咧，係經過好多長時間嗰個實驗啦，都好開心啦！睇到我哋今日嗰個成果咧，係可以推出市場。從來都冇人係咁專注去做呢樣嘢，我哋講得出咗嚟咧，係俾到大家有一個對納米有一個好新嘅認識，所以我哋喺現場睇得到咧，啲人真係全神貫注，我哋唔會放過任何一個介紹嘅機會，將我哋呢啲咁精彩研發出嚟嘅嘢咧，係同大家去分享嘅。